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人较少啦吼，不过来圣殿敬拜耶和华的人是有好的。咱即摆串联今仔日要唱的诗歌，来看信息第181首。信息第181首，乌罗主耶和华。内底这条歌咱是定定咧唱啦，所以咱就来唱第1节甲第5节，吼。乌罗主耶和华，管理天堂极大，地大会中我的保佑，互人感谢唱歌。来第5节，着敬耶和华，因为主恩极大，趁伊来行神免惊吓，乌罗感谢无线。来看第2首，第2条诗歌是信息第475首。信息第475首，耶和华我坚固石盘。这条是较无咧唱啦吼，所以咱来看讲，这词的歌词的内底拢无啥物问题啦，咱就来唱第1节甲第3节。耶和华我坚固石盘，帮助我过最关大无所在，扶持我，世上危险若准往我，主必伸手搭是保助，点你时会安稳照顾，因保来第3节，世上亲像云雾暗暝，寒山伊，天后天更亲在的时，也一日，伊是伊也无去风雨，祝愿平安为你太平，大声乌罗地主面前，因无停。有一项事，我捌对耶和华求，我犹原爱得着，就是一世人徛起伫耶和华的厝，看伊的荣光，笑念伊的殿。圣诗第181首，乌罗主耶和华。圣诗第181首，乌罗主耶和华。会众请起立。
咱游玩徛伫宣读使徒圣经，伫圣诗的头前面，请献开斗阵齐声讲：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全师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定时节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外上天，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外，永远活命。阿免。会众请坐。启应文第24篇，伫圣诗的后壁面。启应文第24篇，我来启，你来应。所行完全遵探耶和华律法的，遵守伊干净的话，专心找伊的。少年人着用什么来称起伊的所行？我专心找你，求你毋通互我迷路，离开你的界面。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游。求你照你的话，互我勇行。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。将你的律法允许我。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，无看虚假。搁互我伫你的路上来活。你的话将我救活。我伫患难中对这会得到安慰。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，因为要互我学习你的律例。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，就早早伫我的苦难中被忘了。我疼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？我同日是真想，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一下开贴就发出光。互戆人通达。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。你的律法是真实。祈祷，请三角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天父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，求主赦免阮的过犯，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头前来侍奉，嘛互阮借着这个时间，思考阮的所作所为，敢有得到主你的欢喜。求主互阮来复兴，来决志，重建阮内心的圣殿。像当时你呼召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爬荒真久的圣殿一样，主啊，阮是毋是嘛互家己的内心爬荒呢？是毋是因为生活的重担、工作的压力、外在引诱来废无家己心内的起造呢？求主的灵甲阮同在，时刻充满阮，叫阮会当顶头开始起造咱属灵的地基。互上帝的话语伫咱的心中，若石盘一样，互阮的内心的圣殿永远袂摇掣。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们。好了，请圣歌队，今仔日要吟的诗歌是《平安甲你同行》。
愿上帝的平安包围伫恁，愿上帝的平安甲恁同行。圣经记载伫撒迦利亚书6章9节到15节，有写伫周报的上后一面。我来读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，你着对遐个受掠的中间，就是对赫代、对多比亚、对亚大雅领受经文。搁伫迄日，你着入西番雅的囝约西亚的厝，就是因对巴比伦倒转来所教的厝。领受经文做免流，滴伫约撒达的囝祭司头约书亚的头壳，对伊讲：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，看，迄个称做树基的人，伊要对伊的拳头发起来，嘛要起耶和华的殿。伊要起耶和华的殿，伊也要得到荣光，坐伊的宝座来治理，也要伫伊的宝座做祭司，伫因两个中间有和平的计谋。免流要归伫希连、多比亚、亚大雅、甲西番雅的囝贤，下伫耶和华的殿做纪念。远的人嘛要来，有份起伫耶和华的厝。恁着知万军的耶和华找我到恁遮。恁若注意听探耶和华恁的上帝的话，就要有即个代志。正道，请黄牧师。今仔日题目是荣光的免流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愿上帝平安，享受快乐；愿上帝平安，享受疼痛；愿上帝平安，享受安慰；愿上帝平安，享受愿望。主啊，伫即个瘟疫遮尔啊大，遮尔啊影响。咱所有的人的生活的时刻，主，你平安的同在对阮基督徒来讲特别重要。恳求主，你的平安将阮过头的忧伤甲看虑，拢甲伊刷除去，互阮的心充满主的平安。特别伫即个大黑暗的时刻，阮阁爱搁较轻调伫主里，搁较爱来亲近主，搁较爱来较无仰望主的平安甲关联，恳求主，你将你的话语借着圣神运行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无论是在场的，还是伫线上看直播做礼拜的兄弟姊妹，恳求主你的平安甲阮三甲伫地，愿安尼祈祷仰望拢是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圣经内面拄则咱所读的这段经文，撒迦利亚，小先知的册，其实对于咱基督徒来讲，多是较学得理解的。小先知的册大概就是特别伫咱较无熟的所在，有搁较学得理解。咱较熟的是啥物？约拿啦吼，约拿的册，在小先知书里面，约拿的册咱较常听。啊，搁阿摩斯的册嘛，常听，总是撒迦利亚，敢若可能有个人拢毋捌见过即本册。其中伫小先知的册内面，其中合解甲撒迦利亚即两本册的背景，是犹太人即阵受掠，搁倒转来到伫耶路撒冷，因原本要重建圣殿的信仰团体，因为受到侪阻挡阻碍。所以重建圣殿这个工程煞来停止。所以合解和撒迦利亚这两本册所讲的是啥物咧？就是这个已经停止18年，已经荒废18年的工程，有一个机会，搁来开始。18年进前要重建圣殿这个工程，受到侪阻碍，无法度开始。过了差不多18年以后，有一个机会。重建圣殿的工程要来进行，就是写伫合解甲撒迦利亚这两本册。进前几若礼拜已经讲过合解内面所讲的，就是合解先知合解
来呼召首长所罗巴伯、大祭司约书亚，甲所有的敬拜士做伙来起造圣殿。我毋知大家还阁有印象无？今仔日，上帝阁一次连续对哈该到撒加利亚阁一次来呼吁敬拜士、复兴敬拜士，看重重建圣殿的这个圣工。对南国犹大灭亡到这个时阵，到撒加利亚这个时阵，前后已经经历巴比伦甲波斯这两个大国家的统治。无共款的君王有无共款的做法，无共款的国家也有无共款的政治的布局。犹太人伫受掠了后，久长拢伫无共款的政权的下面，无共款的领袖的下面，看人面色。因的日子实在是无解好过，因无法度家己做主。当时统治犹太人的国家是波斯统治的地区真正足大、足快、足广阔的。为着要互规个国家内面会当，互遐尼侪无共款的民族，因会当有安定平安的生活，波斯就差派各族群的领袖做迄个地区的首长。对犹太人来讲，所罗巴伯伊是代表王的后裔，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所罗巴伯是因所认定的领袖。就安尼，波斯就差派所罗巴伯成做犹太地区的首长，互伊带领遐个受掠犹太人，转去到伫耶路撒冷重建圣殿，重建迄个所在的特殊。重建生活的特殊，一定就要对信仰开始。重建生活的特殊，一定就要对信仰开始。所以遐受掠犹太人才有机会，通安尼转去，搁接受波斯一寡资源，通重建圣殿，重建家己的家园。当所罗巴伯带领一大群敬虔的犹太人转去耶路撒冷，首先碰到的困难就是，遐尼侪人是要住伫倒位？差不多有4-5万人哦，4-5万哦，毋是4-500，也毋是4-5千，是4-5万人。遮尔大阵的犹太人，雄雄对远远的波斯巴比伦迄个所在，搁倒转来的时阵，伊要住伫倒位？住伫原本的厝吗？总是原本的厝，可能有诶已经受到正的战争已经破坏去啊，也有可能已经早就互人占去使用啊。土地的分配。伫迄当阵实在是真头疼的问题啊！上帝圣洁的子民，信的甲无信的，敢袂当做伙住伫耶路撒冷圣城内面呢？这对因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。圣城耶路撒冷就应该是信上帝的人才会当住的，圣俗、圣洁跟世俗要有很大的区别。这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真重要的问题。总是遮就已经进前就已经住了足侪人啊，拢是无信上帝的人，遮尔多，安尼是要安怎互因才面住做伙咧？这个土地，进前上帝有应允伊逐支派的土地，安尼是毋是爱照进前的分配，安尼来住咧，安尼来徛起咧？照现实来看，敢若嘛无介有可能。还是讲哇，无啦，先抢先占，先占先赢啦，先占位哦吼，迄个人若是会当伫遐个所在先占位，搁开垦，搁会当种作，迄块土地就属于伊个啊，先占先赢，就地合法。什么人有本事伫倒一块土地先占互家己起厝，迄就属于伊个，别人拢袂使讲话。居住正义伫迄当阵实在是一个烫手山芋啊！所罗巴伯虽然是犹太人所认定的领袖，总是对政治的角度来看，伊是波斯所差派的首长，伊的决定也必须着爱符合波斯的法律甲制度。无论这个法律甲制度是毋是符合犹太人的信仰，
伊拢必须着爱来遵守。因为安尼，所罗巴伯这个首长定定里外不是人，所以重建圣殿的工程对进程就是安尼来停止。今仔日的经文第9节到11节，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。第9节到11节才讲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，你着对遐受领的人的中间，就是对迄代多比雅、亚大雅领受金银。搁伫迄日，你着入去西番雅的囝约西亚的厝，就是因对巴比伦倒转来所教的厝。领受金银做冕旒，滴伫约撒达的囝祭司头约书亚的头壳。耶和华上帝伫重建圣殿的工程停止18年了后，搁一摆出手，伊毋若号召先知合解，首长所罗巴伯、大祭司约书亚甲犹太正百姓来宣布，着刚强壮大重建圣殿。同时也号召先知撒迦利亚去执行一个动作，什么动作呢？就是将一个荧光的冕旒滴伫祭司头约书亚的头壳。第9节到第10节，这个圣经的翻译，可能大家较毋是真安尼看过吼，可能也毋是真了解第9节、第10节是咧讲啥。第9节到第10节是讲上帝爱撒迦利亚去迄代多比雅、亚大雅这3个人来募款，募啥物咧？将因所募的这个金银带到约西亚这位工人的厝，摕这个金银做冕旒啊，就是这个约西亚，他算是一个工匠。当撒迦利亚先知撒迦利亚向这3个人黑带、迄代多比雅、亚大雅，他募集了这些金银，将这个金银带到约西亚这个工人伊的厝，将这个金银做冕旒，搁将这顶冕旒滴伫祭司头约书亚的头壳。伫重建圣殿的工程一直无法度开始的这段期间，这位信仰团体代表祭司头约书亚，伊袂输亲像伊在穿一领破糊糊的衫，伊就亲像穿一领破糊糊的衫，绝对无法度匹配迄顶荧光的冕旒。当上帝借着这个异象，伫这个异象的内面，上帝将祭司头约书亚甲首长所罗巴伯位置交换。原本是所罗巴伯带头要来重建圣殿，只是上帝将约书亚祭司头约书亚和所罗巴伯的位置交换。上帝让祭司头来带头，将祭司头约书亚规身躯迄个破糊糊、搁垃圾的衫脱互掉，互伊穿互伊穿礼服，让他穿上华美的衣服。这咱正经在读撒迦利亚第3章的时阵，咱就有看到，重新甲伊穿礼服，互约书亚这个祭司头通匹配迄顶荧光的冕旒。咱也是上帝祭司，咱身上所穿的礼服，敢有保持清气好势咧？咱敢袂定定因为环境的变迁，滴到咱身上的礼服也搞着垃圾？即马瘟疫、战争，互全世界拢受到影响。咱的性命是毋是也感觉惊吓到，逐项拢袂当做，遮个限制，遐个限制，伫上帝内面一点仔平安拢无。咱的信仰是毋是也会受到影响？然后正经有讲过少子化的影响，家庭功能也渐渐的失去，离婚率很高。就算没有离婚，家庭破碎也足多。遮尔多现象，社会安定的地基早就一定动摇啊！还佫有教育制度甲产业的发展彼此无真好的联系，直到学以致用的人愈来愈少，失业率不断的升高，物价、房价一直在起。
递到这个世代的青年充满不安，劳动结构的改变，劳动人口也是非常的缺乏。即使如此，既得利益者仍然横行霸道，互阿摩斯行公义、好人民的这个话声，伫这个世代听起来，犹原是对心肝。伫咱生活中间，遐尼多的困难，敢若拢无法度通停止。咱若是一直在信仰的顶面，搁让步的时阵，咱原本活泼的生命就会渐渐失去动力，甚至来停止，发出臭味。咱甲约书亚同款，拢是上帝的祭司。若是一直注意家己生活顶面的需要，无想要为着上帝国来突破家己的限制，咱就会亲像迄位无法度执行重建圣殿的约书亚同款，咱所穿的衫已经破糊糊啊，搁垃圾，无法度匹配迄顶荧光的面料。顶次时，咱听到金城教会在分享因的青少年事工，因伫因青少年事工来努力。当因愿意回应上帝呼召的时阵，上帝就予因教业的资源。虽然伫过程的中间，也犹原一直有真大的困难伫遐，总是因注意什么？因注意的是上帝呼召，因无注意家己的困难。咱人若是注意家己的困难的时阵吼，咱的骹步拢无法度踏出去啦，因为困难四界拢有。困难随时都在，它不会消失。总是等咱注意伫上帝的时阵，我们就可以走出去。因愿意接受挑战，金城教会因相信耶稣所应允的。耶稣讲什么？耶稣讲，为着伊来受困着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咱建成教会伫社区的事工，无论是银发族的好厝边，还是建成篮球队，咱也有一批愿意回应上帝呼召的同工一路安尼坚持落来。虽然到伫今仔日，伫迄中间的问题犹阁伫地，一直拢伫地，总是伫即个重建圣殿的过程的中间，咱是毋是有靠主变甲愈来愈坚强，还是？一直在看迄个困难，就想要放弃。宣教绝对毋是宣道部的代志，一间教会宣教绝对毋是只有宣道部的代志。咱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团体，拢爱有宣教的精神。咱就要愿意突破家己的限制，设计一寡通邀请福音朋友来参与的聚会。也着放下家己对教会团体迄种自我感觉良好、真舒适、真美好的想象。因为有时啊，牧师知影参与团体的中间，咱人甲人彼此有时啊会相敌的，咱彼此嘛会看彼此无介顺眼的时阵，咱家己人拢会安尼啊。有别人入来，咱搁较看因看较足插啊咧。总是伫上帝教会，咱着爱知影基督是安怎为咱来牺牲啊。咱着爱去接纳、去服侍，遐会看起来，甲咱无啥共款的福音朋友，甚至咱着爱接纳彼此啊。耶稣基督为着要除去咱世间人的罪，死伫十字架顶，伊毋但为着咱来牺牲，对伫遐个在伫咱来看，敢若袂输来教会乱的人，耶稣嘛是为因来牺牲。因为耶稣的牺牲，咱身上咱定定掠做骄傲自尊的迄领破糊糊的衫，才会当互耶稣脱掉，换穿礼服啊。咱才会当穿基督的礼服。
当咱在看别人无顺眼的时阵，咱就爱想耶稣也为伊受死。当咱在看人无顺眼的时阵，咱的骄傲自尊，咱就爱想耶稣替我来牺牲。当咱亲着用耶稣的性命换来礼服的时阵，咱才会当亲像约书亚共款，话牵伫迄顶用光的冕旒。伫即顶冕旒的背后，上帝已经兴起各种的资源，成做咱的帮衬。即顶冕旒，互咱有权利去做上帝的工，也着负责任去完成。即顶用光的冕旒伫伫咱的头壳，互咱通受信任，咱是上帝的祭司，咱有权也有责任去养饲、去照顾上帝带来到伫阮身边的遐个灵魂。今仔日经文第12节、13节才有讲，12节、13节讲，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：看，迄个称做手机的人，伊要对伊的拳头发起来，也要去耶和华的殿。伊要去耶和华的殿，伊也要得到阳光，坐伊的宝座来治理，也要伫伊的宝座做祭司。伫因两个的中间有和平的计划。上帝借着先知撒迦利亚替祭司头约书亚戴冕旒的即个动作，上顶啥物？上顶管理众人的事的政治，必须着要用信用来带头。所罗巴伯一直无法度重建圣殿，就是一直做代志的顶面来让步适当，伊揪起来，伊啥物拢毋敢做。有遐个人，遐有人反对，遐有人反对，安尼做怎么做都不对，怎么做都不对，所以所罗巴伯伊就让步啊。总是上帝要兴起伊的仆人，就是迄称做手机的人，要对伊的拳头发起来，定睛起造耶和华上帝的殿。迄位称做手机的人，就是弥赛亚，咱的救主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上帝国的君王，也是大祭司。伫因两个中间有和平的计划的即句话的意思，就是耶稣伊将政治甲宗教两个势力完美结合。完美结合，耶稣让信仰跟政治这两股势力做了很适当的配合。耶稣伊有聪明策略，有人卡，有能力来管理众人的事。伊也满有信心，通明白天父上帝旨意，并且来顺服。当咱伫生活中间碰到侪困难的时阵，才会选择，咱就爱用信用，就爱用咱的信用来做准证。安怎来讲咧？譬如来讲，伫囡仔成长的过程，即马进入5月吼，5月咱就想讲啊，5月就是母亲节的这个节期。首先，咱来看囡仔的信用。伫囡仔成长的过程，咱做父母的就一定爱坚持带囡仔来上主日学。来上主日学要创啥？毋是听故事、食糖啊安尼那尔，毋是安尼那尔。听老师讲圣经故事当然重要，重视我们听道理也要行出来啊！来上主日学就要学习抓基督最中心，毋是抓家己最中心。父母带囡仔来主日学，爱协助主日学的老师，爱将教会当作家己的厝。毋是凊彩算说的糊糊的啊，屁股拍一拍就带转去。教会垃圾甲乱七八糟拢袂要紧，咱就要引带因学习彼此相听，听别人亲像家己。毋是只有为着家己的囝，哎哟，我的囝毋通受委屈哦，哎哟，我的囝来摕糖啊，哪会比别人较少？毋是去计较，
伫耶稣基督内面，咱爱用信用做准绳来处理囡仔的问题，毋是用咱做父母的迄个心来处理囡仔的问题。咱是毋是有准时来出席？譬如讲，咱去学校读册，爸母拢也足紧张的，袂当迟到，袂使迟到，总是咱来主日学，迟到袂要紧啦，老师也袂安怎。老师袂安怎，我毋知影上帝安怎袂，我毋知。升中到伫青少年，特别着爱坚持，毋通用补习、准备考试来做理由，无要来教会。若是安尼，就是互世界较赢咱的信用。常常青少年无爱来教会，是出伫父母的问题。咱父母无法度坚持，咱着妥协啊！好啦好啦，你准备考试吼，迄才是补习咯。迄落考试较重要啦吼，迄落分数较重要啦，无是莫来袂要紧啦。平常时安尼看册看到遮尔啊忝吼，父母就心软了。各种心软，出社会出在就是伫即个所在，就亲像所罗巴伯安尼，互中间圣殿的工程煞来停止伫遐，圣殿就趴远啊。有一摆牧师伫青少年团契甲因分享，就是教因只要真理的时阵，牧师有甲因讲，可能有一摆主日礼拜牧师嘛捌讲过。恁伫咧学生的时阵，其实生活是相对简单的时候，你们有啥物你们没有什么很困难的选择在你们的面前，摆在你们的面前。可是等到你们毕业出社会之后，生活上的困难到处都是。但是你学校的分数没办法帮助你，你国英数、历史、地理、社会、自然。那些考得再高分，他都没有办法帮助你做正确的选择。只有信用，只有上帝才会当帮助你做正确的选择，才会当互你成做正确的人，才会当互你未来的人生有正确的道路通行。学校的分数没办法帮助你这些，那些考完试就没有了。选择真的很重要。选择真的很重要。出社会了以后，毕业出社会了后，有搁较侪应有甲无奈，下伫因的面前，将伊扣离开遐个信用的准绳。你如果碰到一个不好的主管，或者是碰到一个跟你一起想要搞垃圾的同事，一些同才。将你扣离开人生的道路的时阵，咱若无徛在伫这个信用，我们很容易就随波逐流了。碰到什么代志，要不然就是碰到什么事就惊到要死，唔知要安怎，唔知影家己到底是什么人，袂记得家己的价值。出社会以后，搁较爱来聚会，一厝搁一厝会当定心定根伫上帝话语，也借着彼此来代祷，通得到扶持甲快乐。咱到伫年老退休，嘛同款的，搁较爱定根伫基督内面，爱知影咱家己的价值。年老绝对毋是无效，牧师常常有时仔听讲，我年老啊无效啊啦。年老绝对毋是无效，年老通成做教会大大小小的祝福甲典范。咱教会年老的人是活活的见证呢，见证什么？恁会当40岁才会青年来见证。恁的一生是怎样？我靠主刚强壮胆，将这个信用落实伫恁的身上，这是活活的见证，我尔啊宝贝。
教会是咱学习怎样将信仰做标准的所在，也是互咱学习要怎样实践信仰的场所。借着伫教会学习，咱受差遣，到伫咱的家庭，到伫咱的工作，随时，咱着随时提醒家己，毋若是一位公民的身份，毋若是主管，还是员工的身份，毋若是家长，还是学生的身份。除了社会组织所托付予咱的身份，咱常时着爱会记住，咱阁有一个身份，咱是上帝的祭司啊！毋是讲上帝的祭司只有伫教会内面，出去就毋是上帝的祭司，毋是哦。咱到伫逐所在，咱拢是上帝祭司的身份，是一位定定爱面对上帝，定定爱将别人带到上帝面前的祭司。咱是穿礼服、头戴冕旒的祭司。咱爱会牵着祭司的身份，咱讲话就袂凊彩讲遐互人跋倒的话，就袂将应该互人的暗藏起来，也袂因为见笑受委屈就发脾气安尼。因为这个现象，会互咱身躯的衣服糊垃圾，无法度匹配迄顶荧光的冕旒。今仔经文最后14节、15节。14节、15节才有讲，冕旒要归伫希连、多比雅、亚大雅甲西番雅的囝贤，下伫耶和华的殿做纪念。远的人也要来有分地去耶和华的殿，恁就知万军的耶和华找我到恁遮。恁若注意听趁耶和华恁的上帝话，就要有即个代志。头前才讲到即顶面荧光的冕旒已经下伫，已经滴伫大祭司约书亚的头壳。现在即顶荧光的冕旒却摕落来归伫遐个当初奉献金银的遐个人，并且要下伫耶和华的殿做纪念。这是啥物意思呢？意思是大祭司就是祭司头约书亚所伫迄顶冕旒，这个情形是暂时的。上顶咱伫地上的荧光也是暂时的。永远的荧光属伫什么人？永远的荧光属伫耶稣基督，也属伫所有伫基督内面同齐去造圣殿，互上帝永远记伫天顶的遐个人。上帝意爱甲咱即阵还未完成任务，还未上天，还伫地上的祭司，暂时通分享伊的荧光。所以，咱若愿意背家己的十字架，细字听叹上帝呼召，并且忠心来回应，上帝确实会亲自将住伫远遐个所在的人，拢带到咱的中间，吸引因和咱做伙来起造圣殿，互所有的人拢通穿礼服，成做祭司。头壳顶也有上帝所赏赐迄顶荧光的冕旒。当咱的性命发出光，咱就将这个暂时伫地上所得到的荧光，拢归伫永远伫地的爸上帝。愿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愿感谢你，愿感谢你接纳阮，成做你的祭司。即时，阮若惊吓失胆，互世界较赢对你的信心。求主帮助阮，将高垃圾的衫脱去，重新穿礼服，通匹配迄顶荧光的冕旒。愿安尼仰望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回应的圣诗475首。耶和华，我坚固石磐。圣诗475首。耶和华，我坚固石磐。会众请起立。我
无停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奉献，请长发的同工。会众请起立。会众请坐。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周报的顶面。教会异象，成全正圣道，万民皆祭司，为着肢体的调养，担金主流回音，担往南，担热水，罗雪因，红甘基，赵玲玲，林树婉，担米枝，谢丽辉流会中，罗胜雄，担寿阳，何义梅，杜昭，林依诺，陈德明、陈义利、肖福元、林兆泰牧师、林正秀、江玉秀、李念之，福建的有陈兆明、王树军、张美美、洪千惠的父亲，阁有感冒的曲幼美。第二项，为着台湾 COVID-19 防疫政策、医疗量能、人民的生活日常，求主来保守、医治、赐下平安。第三项，为着教会各项聚会活动的拟定，伫疫情走向甲病毒共存的过程中间，有智慧甲认可。请咱坐下来祈祷。主啊，阮将一切所求所想献就伫你的面前，请你听阮有声无声的祈求，看顾保守身躯病痛兄弟姊妹，也恳求你坚固阮所有的事工。现主时，阮要用主你所教示的祈祷文，齐声来祈祷讲：阮伫天地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
阮的历史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目的带阮入去试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报告：后周的事工，我有伫周报的头前面，请长官的同工来注意。我来报告教会消息。第一点，政府的防疫政策走向群体免疫。近期若是有居家隔离，若是有自主管理的状况，请来遵守你遮的防疫规定。愿主的医治甲平安，甲大家同在。嘛，愿主保守大家的心，莫惊吓。第二点，下主日5月8号来庆祝母亲节。有儿童甲青少年的献诗，嘛有备办小礼物要送互每一个母亲。欢迎大家邀请陪同母亲到殿来圣殿敬拜。第三点，5月14号拜六下晡2点调会小会，下晡3点半调开中职会，请中职留意。第四点，配合政府防疫政策。本堂的社区关怀据点停课至5月24号，来降低群聚上课甲用餐的感染风险。对今仔日起，本堂的主日爱餐嘛暂停，但是你团契用餐无伫遮的限制内底。第5点，2022年3月份的教会财务报表已经公布，请家己来看。方便面试还是？方便面试还是有啥物错误的，请按监事，还是请会计来纠正。上言圣诗511首，阿罗上帝至权至尊，因是煞请牧师祝祷，会众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互恁正大家诚做上帝祭司，拢会当心情礼服，头顶阳光的冕旒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
道避讳。